长，大家互相见面吼，真水的时间吼。即了咱今日要来领受，今日咱要吟的信息吼。头一首是第580首吼。但是咱要吟即首信息进前呢，我想要邀请咱大家掀开咱的圣经605页。咱掀开你亲爱的圣经605页，显着咱大家来读吼，因为即首诗歌吼足水的，即首诗歌吼是伫18世纪的时阵，即个作者就作词啊吼。你想看嘛？18世纪的时阵会当流传咱做的是毋是世界名曲？所以咱着爱咱着爱足欢喜的，咱来领受即首圣诗吼。伊写的就是除了诗篇23篇之外，伊就是用诗篇37篇第4节吼。咱吼，我伫咧读的时阵，咱来领受吼第3节到第6节吼。咱即首吼，足水的诗歌，咱同齐咱来搭配圣诗吼，咱来领受上帝话来。咱第3节咱显着无？605页诗篇37篇第3节到第6节，咱同齐来读。后来，着我靠耶和华来行好，踮伫即个土地，用信实做理由，着掠耶和华做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搁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我靠伊，伊要互伊行。伊要互你的字发出，亲像光；你的判断，亲像中昼的光，有水无？遮水吼！哈，咱同齐来吟即首580页，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我的心大欢喜，我会喙着吟诗。我心大欢喜。像咱拄则读的圣经，喜乐自然就对咱的心底沁出来安尼是吼，遮尔水的诗歌吼。咱来吟第2首159首。这首嘛足水的吼。每一首诗歌吼，拢是真的就是世界名曲吼。伊讲来驻点我心内，无惊遐自在。拄则第几节？诗篇37篇第6节，伊讲，咱倚靠伊，伊就会将咱的心所倚靠的得成吼。驻点我心内，无惊遐自在，这嘛是一个应允吼。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驻点我心内。印度的诗人，吼，伊伫
伊伫咧讲伊伫咧诗篇内底，伊伫咧诗歌内底吼，泰戈尔伊伫咧讲，伊伫咧诗歌内底拄着上帝，所以咱伫吟的时候，咱讲用心灵甲信息来学罗耶和华，所以你即点你对咱的心吟出咱对耶和华的挖苦甲喜爱，这就是伊赏赐咱神的时间吼。咱搁来吟第一节甲第二节，来，1、2、3，来。主点我心内无惊也自在，一世界只有你是我所爱，你我心心相印，你无离，你做我更定。上帝足欢喜，来，咱来吟上尾一首诗歌《完全灵》，主上帝。完全灵，主上帝，保守我永无天。时间刚好敬拜赞美。大家平安。伫这个美好的早起，咱来做伙起立，用欢喜的心，做伙来敬拜。在，不能明白为何，但
显释迦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躲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地刻，彰显释迦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躲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地刻，彰显释迦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感謝上帝，上帝總是一直用佢嘅用慈愛、用溫柔照顧咱。咱知只要咱願意，伊永遠都佇遐，伊疼咱永遠都無變。主温柔的神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温柔的神灵，让我真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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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
着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风吹来几阵幽兰花香味，树头枝节照欢喜的饮食，溪水美草波心水水高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的万美。做任何代志，拢想着你，
你同心同行。感谢你对阮的爱。囡仔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看耶和华这个罗卜米间踮耶和华厝内的，恁拢着学了耶和华，恁着圣所举起恁的手，学了耶和华。愿创造天地耶和华对伊释安赐福气，互恁。刘兄弟平安。煞谢咱的吟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第580首，580首，咱请起立吟全首。你。
湾徛咧，咱三角来祈祷。天父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的荣光充满伫你的圣殿。阮倚靠你，因为你是阮的开力，是阮的诗歌，也是拯救阮的上帝。你用慈爱甲活命互阮，阮要将阮家己诚做欢喜的祭献互你。阮要感谢学了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好。主，阮感谢你，伫这设到150周年的时，互阮看见主你的大宽容，互阮泸州长老教会教世日日兴旺，会友根基日日坚固。阮的肢体也哪来哪结连，彼此互相关怀，互相相吞忍，互相相包容。主，阮相信，伫你圣神的带领之下，阮要结搁较侪好的果子来献互你。阮也知阮中间有兄弟心性软弱，也有身体欠安的，求主你听阮的祈祷，提起你的同蛇，怜悯医治因，互因再一次经历主你医治的大宽容，互因身体健康，灵魂精英。也求主你怜悯台湾这块土地，伫每年总统大选选出你合你心意的人来带领台湾这块土地，互阮的子子孙孙拢会当伫这块土地来安然徛起，因为这块土地是你赏赐阮的迦南地。主，阮知无论阮怎样的祈祷，拢是无够力，只是阮要用主你教导阮的主祷文来成做阮的功德。来，天的爸，愿你的名受，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耀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思阮平安。请坐，抓只咱来启应，启应文24，诗篇100篇，伫咱的成圣诗后壁面1041首的一页，诗篇100篇，我来启，兄弟来应，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唱学乐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以上，煞只咱的圣歌队要来为咱献诗，因要所献的诗是丰收百倍，丰收百倍，圣歌队请。你
感谢圣歌队随个献诗，愿上帝纪念因。接着咱来坐念新的诫命，请起立。来，恁着真心、真性、真意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敬主你亲像家己。这条诫是专律法甲先知的总顿号。我用新的诫命互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来听你，你也着安尼相听。你若相听，正人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心。上请坐。接着，咱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利未记19章23到25节，利未记19章23到25节，显着兄弟来看，我来读。利未记19章23节。恁到迦南地时，栽种逐项未食入个果子树，恁着看迄个果子，亲像未受割礼一样3年的久；恁着看遐亲像未受割礼的，恁毋通食。到第4年所结的果子，拢着做成，用伊来学了耶和华。到第5年，恁着食伊的果子，通互伊甲恁结搁较侪的果子。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以上。求主将伊的话刻在你我心。讲到今仔咱陈牧师要为咱考办的是丰收的法则，咱将时间交予陈牧师。大家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日秋天就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会记得到这个时阵，南投迄个所在是台中出产这个旗啊，遐有太阳的厝吼，台湾的原住民的遐姊妹，有当时伊讲无叔，恁来捌旗啊无？我过去捌受着安尼邀请去哩，几丛在你捌？旗啊，当然慢慢的，毋是家己扎落去，是帮因捌，然后呢，因会送阮一箱还是2箱，过去有这种经验，所以到这个季节市面上若有即个旗啊天使，我就想着讲去办旗啊迄种经验。2年前伫教社部做部员嘛有受着迄是新竹新竹原住民教会邀请去关心因的小农小小的自耕农因嘛有种旗啊，遐嘛有家斗相共。除了种旗以外，伫南投迄个所在，伊阁有种高山的高丽菜。我会记得是规个山片，而且伊即马有新的技术叫做网式温室的栽培。有即个greenhouse 就是绿色的房子，帮因种着然后这种收成就会加倍。我记得种这个青椒，彩色的青椒，有红椒，有黄色的，然后还有种很多的蔬菜。感谢主，今仔日咱要用丰收的方法甲原则来甲大家做参加来分享。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丰收的季节，同心敬拜而乐，伫主你的面前。阮的教会诚做主你所听的教会，诚做丰收你的百姓的教会。感谢了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拄圣歌对吟的是丰收百倍，百倍丰收。讲着以撒咧种做的是迄年丰收百倍。咱当去看创世纪，以撒的故事。以撒会当讲伊的技术无
真多，但是伊有一项事，就是伊会烧让，伊会烧原谅，伊会烧饶赦。当人占伊的井，伊将即个井，你要爱互你，伊可以开另外新的井。当伊搁开新的井的时，上帝赐互伊，伊伫遐敬做，丰收百倍。伫感恩节，咱来伫遮，咱嘛有个后礼拜，咱教会要来庆祝感恩节。虽然这是美国的感恩节，不过对咱来看，伫秋天丰收的季节，伫台湾即个时阵，陆陆续续会有挂稻仔。所以较早伫农业社会有叫做挂稻仔班，然后中昼会食啥物货？挂稻仔饭，表示你有经验吼。所以有食过，我是无食过挂稻仔饭。但是即摆呢，有人甲挂稻仔饭安怎变做，互消费者来消费，买变做伊做生意的物件叫做挂稻仔饭。有人就是用饭汤啦我知影较中南部话就煮一骹汤，然后饭，然后即种饭汤嘛真做有人做生意就卖饭汤即摆现代人有即个方便。后礼拜是感恩节，咱有要做伙伫遮来过感恩节。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今仔日做伙来领受丰收的方法甲原则。利未记利未记的意思是祭司的教导，伫希腊文内面叫做讲有关利未人的事。利未记即个利未记即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关系利未人，关系利未人的事。什么是利未人？利未人是犹太人12支派其中的一支，叫做利未族。这个利未支派因所生的这个后代，后来就成做利未支派。阿伦就是属于这利未支派。这利未后来成做服侍圣殿、服侍会幕的人。因无分配着土地，这个人就是专心来侍奉会幕圣殿的工作，包括要准备献祭这个事先所爱准备的工作，而且更约柜的人嘛是爱利未人。了后进入圣殿了有这祭司的制度，祭司嘛是出自利未人。祭司就负责献祭即个神圣的工作，所以祭司拢出自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嘛百姓来解说上帝的律法。牧师是圣经中祭司的角色，会当讲是现代版的祭司的角色。所以咱即摆礼拜，咱用礼拜用敬拜来取代献祭。过去爱献真生，但是咱即摆用礼拜来代表咱伫上帝所献的祭，所以咱今仔日来教会礼拜是一场甲上帝献祭，来到上帝面前来献祭。伫利未记内面有4点，就是讲伊讲上帝的同在，伊讲到圣洁，伊讲到献祭，伊讲到西奈的约定。啥物是西奈约定？就是以色列百姓伫西奈的旷野，上帝颁发律法，颁发伊的律例，互摩西，借着摩西来甲以色列百姓来勉励因，来考劝因，来劝诫因。所以这西奈约定非常的重要。咱看利未记是第3卷的圣经的第3卷第3卷所以创世纪、出埃及记就是利未记，所以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一卷的经节。所以西奈约定就是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来到埃及，经过3个月，因伫来到西奈山的山骹，伫迄个所在，因这个人因有经历上帝的信仰，这个人因伫埃及有看见10个灾难，这个人因伫旷野伊有甲亚玛力人相战，因伫入非定的时阵有甲亚玛力人相战。当因来到西奈山的山骹的时，这个人拢是有经历上帝的帮助，拢有经历上帝的信仰，所以伫遮上帝
调摩西起来山顶，然后颁发律法来互以色列人。所以西奈的约定是上帝甲以色列百姓的约定。出来记记19章对第1节、第3节，咱就会当看见讲这段记事，这段的经节，以色列人因到西奈的旷野，会记得这是西奈的旷野。如果你即摆来去以色列旅游，当然是即摆袂当去，即摆是非常警戒的时期都有一个行程叫做骑骆驼迄块去西奈山所以迄是一个旅游的行程的其中的一项真期待听讲即摆疫情了后，去大陆骑骆驼的人足多，所以规条沙漠即个丝路哇拢是骆驼。所以当因离开了立规定，来到西奈旷野伫遮，所以摩西到上帝遐，耶和华就对山顶来呼唤他，就讲你爱甲雅各的家，甲以色列人安尼讲，讲啥物？讲伫埃及所行的事，恁拢有看见，上帝要亲像鹰鸟，甲因飞伫伊的膝骨的顶面，带因来归我，就是因已经离开埃及。离开迄个充满着偶像的所在，伫迄个所在因做奴隶，所以因已经离开迄个所在，因要进入迦南地。当然，因伫旷野一大40年，所以摩西伫遐领受着上帝互伊的律法。对安尼，这是一种的提醒。所以对安尼来看，今仔日的经节，咱会当看到讲。上帝安怎来勉励以色列百姓？所以伫利未记的内面有讲来讲，上帝讲全地拢是伊的，地面上是伊所创造，咱人嘛是伊所创造，地面上的万物是属于伊的。所以咱搁注意来看，第6节咱有注意来看讲，伊要归上帝，要成做祭司的国度，要成做圣洁的国民，所以。伫遮透过摩西的喙来甲以色列百姓讲，因是祭司的国度，因是甲埃及人无相反，因是正做上帝的百姓，是圣洁的国民。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咱知影讲以色列百姓，因伫埃及嘛住几百年，几六百年，经过约瑟了后，经过遮的事了后，因变做奴隶。因一个家族变做一个民族，所以离开埃及，遮个人有几60万人，甚至也到100几万人。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也透过利未记，互咱知影，要成做一个丰收的教会，也是要成做会当丰收的人，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事。第一，咱爱认定上帝是上好的。就那亲像以色列百姓，因伫旷野，上帝甲因安排啥物货？分条。甲火条来引带因，分条甲火条无分日，无分暗时，甲因保守，甲因看顾。所以，这一些百姓，因会当感受上帝甲因同在。所以，若有上帝同在，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伫西奈约定有一个特点，讲全地拢是上帝。所以，咱袂进入迦南地以前，上帝就甲百姓约定，即块土地是上帝赏赐互恁的。所以圣经嘛有一句话虽然即句话是伫约伯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嘛是啥物人？嘛是耶和华所以上帝赏赐咱要收回嘛真紧。即句话嘛提醒咱第一要紧的事，咱知影甲第一要紧的事，甲伊放伫第一的顺位。美国有一个管理大师叫做Stephen Covey 伊讲重要的事爱放伫第一位。啥物是你上重要的事？耶稣嘛讲，钱伫倒，你的心就伫倒。所以钱敢是咱要紧的事嘛？所以咱爱对一寡事来得到，就是你当初是你所设定的。所以即个 Covey Stephen Covey 伊讲一句话伊讲一寡事，咱要对中间来得到，嘛是当初时你所投入的。
我毋是讲股票，足侪事，无论是金钱、时间，无论是你的能力，你的才能，你投资伫对，你嘛会对遐来收着。所以即一寡事的中间，咱着爱去想，啥物是咱第一重要、第一的顺位。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咱今日要丰收，你要收啥物，着爱知影你的心要种啥物，要种啥物，才有法度收啥物。你要种啥物，会当种啥物，才会当收啥物。用要种高丽菜，甲种树啊，要种山影，甲种高丽菜，敢有共款的方法？绝对是无共款的方法。要种稻啊，甲要种菜，嘛是无共款的方法。要种花，甲要种无花果，嘛是无共款的方法。所要用的肥料，所要传的遮个物件，嘛是无共款。我会记得即个时阵，若咧挂册啊，挂起来，有人将即个稻梗甲伊放伫边仔，然后甲伊堆积成山，迄嘛是有用途呢。要种瓜仔的人，着甲伊摕去铺伫即个涂骹底，涂骹顶面，然后着种瓜仔，可能是种苦瓜也好啦，是种啥物货？因为遮个稻草遮个稻草会保护即个土壤，互伊莫伤冷，因为过来就是寒天。这是一种的智慧，这是一种农业农夫的智慧。所以咱有爱有合理的期待，要收啥物，着爱知影讲要种啥物。你种啥物，就会当收啥物。咱讲种瓜得什么？种豆嘞。种瓜可以得豆吗？没有办法。种豆可以得瓜吗？除非是你种即迄套篮去。愿上帝帮助咱，有的人种菜结果发出无共款的菜，因为迄粒种子搭伫咧内底，所以种葡萄生菜瓜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其实圣经嘛真甲咱，加太书第6章第8节嘛甲咱讲为着家己肉体野的，嘛是对着肉体来受着败坏；但是为着圣神所野的，嘛是对圣神来受着荣耀。所以咱知影讲，你要修成什物，你着爱对栽种开始。栽种的进程爱做什物动作？养地啦，毋是迄个，毋是建商迄种养地，是爱互土壤先互伊肥起来，然后再来种植。所以稻仔即期的稻仔若挂了，你去到中南部，你会看见一个现象，差不多伫元旦过了后，规个绿肥特肥特肥有几啊种，其中有一种叫做油菜花，油菜花。这油菜花、油菜拢无要收，就是种落了后，在虫安怎食，在遮个虫安怎食，伊拢无要紧，因为伊到最后是拢要落肥。我会记得迄年我查某囝要出世进前的迄个寒天因为教会有一个因兜有田，因兜出去顶面出去就是因的田，了后因嘛是种即个油菜，油菜有丰富的花青素。伊就要互补胎啦我就讲兄弟我会当去恁兜挽我油菜落，我就去恁兜挽油菜，想煞挽油菜花，挽油菜花，但是会当挽的时间真短，因为迄虫食足紧所以我记得真印象所以你若看到油菜花哇真水，迄就是要做肥料。当了后1月过要过年进前，就开始芳田。将这油菜花，甲伊放落田内底做肥料。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要知影安怎修成，就爱知影要安怎栽种。所以咱若无修成呢，所以根本的原因就是咱三无即个方向，是方向毋对去。所以要将要紧的事放伫第一位。即个史蒂芬·科维讲，甲成功有即个约定，做基督徒的。对咱来讲，咱所投入伫敬拜、伫礼拜内面，就是上帝伫伊的眼中看做重要的事。
是毋是？所以，阮上帝帮助咱。上帝诫命嘛安尼甲咱讲吼，第7日安那来诚做安息日来亲近上帝。所以7日的一日是咱上重要，甲上帝相通，甲上帝互动，对礼拜甲敬拜中间来得到恩典。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经节是安那19章24节，咱做伙来读吼。来，到第4年所结的果子，拢着做成，用以来娱乐耶和华。所以到第4年所结的果子，拢着爱做成，用以来娱乐耶和华。这就是第4年的修行，爱奉献予上帝做成。这做实的吼，到第4年较有修行，而且这批初熟的果子，第一批修行的果子，这拢上帝的，袂当摕去卖。这是上帝伫律法的内面考验百姓。所以第一修行第一批初熟的果子是上帝的，是爱准备留予上帝。所以这讲明一件代志，上帝佮献予上帝。所以利未记讲献予上帝，来娱乐伊，来娱乐上帝。这是要表明讲，咱手中所有的有时并毋是咱家己所拥有的，这项咱爱清楚明白。所以第一胎的精生是上帝，这种是利未记有记载。第一个囝是上帝的，过去真正有基督徒生落来了，第一个要献予上帝。恁英龙无输就是安尼，温顺爱要献予上帝，这是细汉就有交代。当然有人无照安尼去读神学院，嘛无一定讲就无为上帝做工。伫教会服侍侍奉，这嘛是拢互上帝用。但是只要尽心、尽力、尽力所以一个礼拜7天，伫礼拜日主的圣日来归予上帝，这嘛是第一要紧的事。Stephen Covey 甲咱讲的，第一顺位是啥物？10分1分归予上帝。所以甲上帝第一要紧的事，这就是咱信上帝、信耶稣的人，咱每一个人伫教会做同工的人。这是咱信仰的根基第一要紧的事，咱爱调整咱家己第一要紧的事是啥？这就是教会的根基。若无这个根基，教会要用啥物方法，有啥物种的条件去丰收，有啥物种的资本去结搁较侪生命的果子，就是在伫第一要紧的事。第二咱爱付出时间，所以圣经利未记讲前3年，所收的拢袂使献予上帝。所以23节有讲进入迦南地，因爱栽种果子。上帝咱毋甲因讲，你去栽种种麦也是种切毋是爱种即个果子树。所以果子树毋是1年2年，是几啊年。果子树会当活几啊十年，甚至是数十年。农业科技的进步，咱即马果子树咧栽种足紧的。为甚物足紧的？有一种特别的方法，接话接枝，有人讲接枝，有人讲接话，就是甲新的枝接伫老树的顶面。透过即丛老树，养行的老树，伊吸收浸养行，互即个新花、新枝会当安那生搁较紧。透过即个老树，伊吸收的营养分，所以即个老树安那，伊爱有真好的根本、真好的基础、真好的根基，敢毋是？这是现代农业的方法。柚仔若是栽种，爱8年到10年才会当结果子。圣经讲3年，新的柚仔爱8年到10年。若接话咧，差不多4年就会当结果子。若柑仔类的柑仔类的爱5年到7年才会当结果子。但是若接话咧，差不多3年4年。无花果的，无花果若用栽仔来种，2年至3年才会当结果子。但是咧，到第6年、第7年，伊就会进入足丰收，因为树大丛所以咧结足多，会当结足多的无花果，迄就进入盛果期，盛果期。若接话咧。你接话迄年栽，迄年就会当开花结果子有紧无？有紧真紧
若葡萄就爱8年到15年。吼，中部足侪人种葡萄吼，吼，然后你若接话2年，吼，2年到7年就会当结果子吼。较早也无接话技术，吼，拢爱靠材啊，吼，来修成。所以结果子上无爱5年到8年以后的代志，但是即马有农业新的技术，2年至5年就会当收成。所以利未记讲结果子毋是一2年的代志，是爱过了3年，爱过了这3年。所以这3年农夫做事要食啥？吼，爱靠其他的吼来维持生活吼，所以可能爱饲一寡鸡，饲一寡鸭，吼，饲一寡精鲜，吼，等等遮的。所以这嘛是咧讲伫信仰的事顶面爱持续，1年2年还无够，可能爱搁持续。所以信仰的路无近的路，信仰的路无超捷径，没有走近路。吼，事工嘛是共款，教会事工毋是一届2届就会当结出果子，嘛爱有持续的时阵。所以教会的事工爱有持续，伫会当个成本的考量的下面，吼爱持续落去。当然，教会年底到，咱即马就爱搁掠明年的预算，吼。愿上帝帮助咱，吼。做事的人伊需要等待，吼，这时间，这过程，对栽种，对落肥，吼，对修剪，吼，过3年到5年，所以农夫做事的有3年无收成，到第4年真无容易有果子收成。上帝讲，这批是爱互献互上帝。到5年以后，就拢是做事的人的。所以5年、6年、7年了，迄丛树会愈来愈大丛，安那丰收，吼，到你得到丰收百倍的时候，拢就算你的。只要咱有甲第4年会献互上帝。第4，第3，咱有保持圣洁的心。所以利未记有一项真重要，就是甲咱讲纯洁甲圣洁。所以利未记引带百姓爱用上帝来做中心的信仰。有可能咱伫丰收的过程，咱敢有讲抱着冒险来去改变咱的观念，改变咱的思想。有时咱会想讲，哎哟，这种咧毋知有法度大起来无？这种咧毋知会大袂？这种咧是毋是会当结果子？有当时无心插柳安那柳成荫吼，吼，你咱教的花园，你有注意来看无？发一丛啥物树？树仔吼，这遐是有人咧注意树仔，树仔安怎来？愈来愈大丛。即摆想讲到底要留还是无爱留吼？我感觉讲即粒树仔籽嘛真有福气啊！落伫咱的门骹口怎发起来，搁愈来愈大丛吼。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当时咱想要甲栽吼，搁栽袂起来。咱无想要互伊发，家己发起来，吼。这个是真大自然真古锥的所在。我记有一摆吼，迄教会便所发一丛青仔出来，愈发愈大丛，吼。迄伫咧厝尾你安尼发出来，发甲足大丛，发甲会当密迄落呢，会当伫遐扎忍的吼。这吼真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所以第二咱经过时间的考验，3年的努力，3年的等待，3年的付出，吼，做事的爱有3年，吼，等待，吼。所以信上帝是一件甲时间比拼的代志，到最后才通经历上帝的开力。吼，哥林多后书嘛讲，少种的就少收，多种的就多收。吼，那要收成，就爱种植。爱耕作，吼，爱落肥，爱修剪。无管咱从事啥物种行业，愿咱会当伫工作的顶面，拢有丰收，嘛有百倍丰收。当咱敬拜上帝、献祭时，其实这是人甲上帝特别亲近的事。所以当咱来到礼拜堂，来到教会礼拜，这嘛是咱甲上帝上界亲近的事。利未记是摕着真侪献祭。吼，爱献平安祭，爱献素祭，爱献赎罪祭，这些祭拢需要的祭物。愿上帝帮助咱，当在祭物用火烧的时，伫
利未记第1章第9节讲，上帝欢喜伫即个芳开的中间，这个芳开到上帝的鼻孔，哇，上帝欢喜。所以负责献祭，这是祭司的责任。但是即个时阵嘛要特别细腻，吼。如果心若无圣洁、无纯洁，吼，即个时阵祭司是上界接近上帝，吼。若无细腻，可能叫上帝处死。这伫利未记拢有记载着，吼。所以咱看这个树前3年所结的果子，上帝讲这个那亲像无受割礼的以色列人一样，无洁净，所以无愿意接纳。吼，所以当咱心情的果子，若结伤早结果子呢，第1年、第2年、第3年，敢才有诶提早开花结果子，但是有可能这水果果子袂大，袂大，所以爱提早甲伊处理掉。所以前3年这果子是袂当食，才甲伊剪掉，这是敢若是无用，爱甲伊献杀。这果子有可能是袂甜的，有可能是营养无够。因为第1年、第2年的树伊可能吸收无遮尔好，有可能第1年、第2年、第3年结的果子是细细一粒，这拢卖无着好的价钱，宁可甲伊弃杀，互树营养分，互树互伊定根，互伊有3年的基础，互伊有3年的根本。所以利未记讲，前3年的果子，那亲像无受割礼，意思就是看做是这是无洁净、无清气。到第4年，才会较成熟的果子，上帝甘纳来献予上帝。到第5年开始了，所收成的果子，就拢属于做实来种的农夫的，就有成熟会当食。3年的等待到第4年收成献予上帝，安尼的付出，接下来每一年的收成，但是咱会当献上上好的来予上帝。亲像即个第4年初熟的果子，咱做伙努力来耕作，来落肥修剪，发挥咱每一个分数，互咱的教会诚做丰收丰盛的教会，来做伙伫即个教会来从事逐种的事工。咱认捌上帝当时一半，爱互上帝来认捌咱，亲像咱来检查咱家己的信仰，到底是浅还是薄，是深还是浅？当咱的名亲像互上帝记掉的，亲像亚伯拉罕，亲像摩西，亲像大卫，亲像彼得，亲像保罗，亲像圣经遮所写的名，互上帝记掉。愿上帝帮助咱当心来祈祷。主你听阮，互阮做伙伫教会，互阮的教会会当诚做丰收收成的教会，嘛互阮知影要安怎耕作。要安怎来种植野种，嘛互阮安怎来经营、落肥、来管理。愿上帝帮助阮，互阮的教会伫主你的听的内面，诚做丰收的教会。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安尼行的人，咱只是来因回应诗，来回应咱的上帝。圣诗第159首，159首，显着咱请起立，吟全首。主定我心爱。
请坐，煞车咱要来奉献，咱请书献的同工书献。请起立念奉献的诗。再接咱来读经句，现在伫利未记19章24节，伫咱的周报下头前面，咱台语来读两摆，咱台语来读两摆，来。到第4年所结的果子，拢得做成，由伊来学了耶和华过来。到第4年所结的果子，拢得做成，由伊来学了耶和华。利未记19章24节。再接咱来欢迎甲报告。今仔有一个新朋友，陈秀婉。咱住伫个咱明义路1段77号的之一。我只请起来，我逐个来甲你欢迎一下。啊，阁有一个张丰盛，伊是住伫五股义实路91号。张丰盛兄弟，咱拍鼓仔来甲伊欢迎。非常的欢迎你一届的欢迎，永远的欢迎。那阮姊应该大家嘛真熟啊，吼。那咱顶礼拜的新朋友陈思哲，毋知今仔有来无？陈伟婷、杨桂枝姐妹有来无？萧养珍姐妹。咱甲来甲拍鼓啊！欢迎恁成做阮属灵的大家庭的一份子，咱一份子，一份子，讲话袂认得，非常的欢迎恁吼。煞只我来做消息的报告。本会消息，第一项。小会议决接纳陈国成牧师甲林义杰牧师续任属任咱本会牧师。第二，11月21日暗时7点30，陈廷慧姐妹安息
周年追思家庭礼拜，咱若有时间的兄弟，咱三甲做伙来去咱永利节因兜，伊是住伫个永安南路2段382巷17弄8号。第三，11月24日，咱义发兄甲英生姐夫妇因新的厂房要落成，甲开工感恩礼拜，咱若有时间的兄弟欢迎咱做伙来。那毋茫你若要去的时阵，伫个1楼的公报那里先来登记，咱登记到今仔日截止，咱登记到今仔日截止吼，因为咱要爱清点人数，要安怎样来排这车班安尼。第四，11月26日下主日，咱联合礼拜要举行感恩礼拜，请大家以感恩的心笑念主的恩典，感谢主一年来的保守甲赐福，为今年感恩，也为明年备办，用恭敬的心有备办个人的感恩奉献。那会后咱有咱关怀组有准备火鸡飨宴、火鸡餐，那欢迎咱兄弟留落来，来响应。那嘛，毋茫你会当伫个公报若登记，你若方便的时阵，来登记一下吼。第5项，在12月初3日，咱本会要举行圣礼典主日联合礼拜9点，请咱大家备办心，嘛记得时间。第6，12月初3礼拜煞了后，咱要举行教育讲座，不断增长的教会，咱欢迎也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咱共同来参与。会后嘛有备办爱餐。第7点，由于要买圣诞歌赠送亲友的，请伫1楼公报栏登记。但是，拜托先爱付款吼。第8点，准备节目，咱就是12月23日，礼拜六暗时7点，伫教会3楼要举行圣诞庆祝晚会，邀请各团体提供节目，嘛欢迎家庭也是个人，咱的团队表演节目。那有意的兄弟，咱请林怡坚牧师，或者是讲秀兰长老来报名，咱到12月初3报名杂志吼。第9点，准备资料，各单位请召开同工会议，规划明年度2024年施工计划预算，准备2023年施工报告，进行资料收集。请会记得伫个12月31日前，会当来交件，毋茫咱各团体、各部会咱的会长要来注意吼。第10点，咱华语堂时间调整到10点45开始，请咱华语堂的兄弟注意时间。咱每礼拜3有读经祈祷会，咱欢迎咱兄弟会当来踊跃参加。团契消息，上年团契伫今仔台语堂结束了后，伫教会1楼举行11月份的日会，日会煞了后报名有报名年终聚餐的商联客友会当前往泸州大风车餐厅，来聚会。第点，咱请家己过目。第2点，同心团契伫11月25日苗栗
一日有退休会，咱上午6:50伫个市公所、区公所集合，请恁请会记咧时间。有准备早顿去参瓶装水。第3点，主日12月初3，合堂礼拜结束了，举办儿童领导力乐龄玩游戏活动，咱邀请教会长辈来左右联谊，欢迎踊跃报名，请主日老师，嘛是甲今仔日报名10指。咱的具体相同的部分，毋望咱兄弟伫咧灵修的时阵来关怀为来带导。以上，最后咱来吟袂免诗，圣诗401首，煞了后，咱请牧师来为大家祝祷。咱请起立。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只是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